歡迎收看客家苗路學人。每日嘅客語新聞是月13號晏晡頭喺台北流行音樂中心，有時前讓世界各地鄉下參與客委會主辦嘅客家演唱會，三位客家前進天福晉，講每期老練調配，鄉下帶來精彩嘅客語歌曲老經典表演，其中有世界第一項頭擺介語老親也條歌，本望耳聽到客家音樂。要講每期大頭帶來當多條經典作品，未唱了其新專輯當中嘅客語歌曲，練調配未老家嘅先生幫人練合作，用聲音夾了23年歌一擺合作，當有感情嘅表演本現場嘅氣氛當熱烈，演唱會前每一首歌手係天福晉，佢唔但唱了流行歌曲，未挑戰客語嘅曲兒，世界第一項。老客家嘅跳舞先生來溫訪合作，用客歌舞創作出當好嘅表演氣氛。呢擺嘅演唱會唔但唱係結唱音樂嘅表演，未係展現客家音樂文化多年老現代人向力，重要嘅素材。以上係客家苗路學人嘅報道。撒下為愛教大家基本一嘅每日嘅客語就係表演，佢哋舞台等表演。佢哋舞台等表演，你學會嗎？下一擺上來了。